咁數 beat 你會點數先？ 1、2、3、4、係啦， 5、6、7、8。係跟住咧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係啦，咁呢度我想即係改變你少少呢個諗法同埋數 beat 嘅呢個方法1、2、啦。3、4、2、2、3、4。係啦，咁會清晰啲嘅。好啦，佢個段落嘅組成咧，其實就係由8個小節，咁啊每個小節有4拍。咁我哋清晰少少俾自己知道咧，其實可能我哋係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去到8。我哋清楚知道我哋其實數到去第幾個小節咁，第幾個 bar。哦，即係8個1、2、3、4就為之32啦。係啦，即係OK。8個小節，8個4拍啦，8乘4 32，所以我哋會咁樣講32咯。1、2、3、4。2、